我叫陳忠義啦，好多人叫 Alan。咁我嚟自商界嘅，咁我本身係一個上市集團裏邊做首席營運總裁啦，亦都係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，已經係3屆嘅啦。商業經驗啦，同埋政策研究嗰方面都有一個雙重經驗啦。而家成為立法會嘅一份子，我係嚟自選舉委員會，有40幾個界別。喺選完之後，我哋應該定期有個渠道收集各個業界嘅意見，係發掘業界同埋社會議題，帶翻俾政府去完善政府相關嘅政策，同業界肩並肩、手牽手去解決問題。4年嘅時間好短嘅，點樣可以回應咗選民喺4年裏邊嘅目標呢？我口號一樣咧，專業議政、長遠規劃，希望透過我自己本人就係法律會計嘅專業啦，亦都有特許銀行家等等13個專業資格，去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排名。10年之後，中國係全球最大經濟體，我哋希望10年之後，我哋國際金融中心都會排名第一嘅。先做長遠規劃，頭嗰5年呢，就係補齊金融光譜裏邊所有嘅短板。我未冇商品期貨，冇貴金屬，冇能源，冇外匯，都唔係亞洲第一。我哋補足頭嗰5年係追星趕日，追過新加坡，趕過日本東京，跟住嗰5年咧超過倫敦，超過紐約，成為全球第一。早啲俾全球資本知道，當美國江河日下嘅時候，你啲錢放邊度呢？梗係放內地啦、中國啦。但係中國有資本管制喎，梗係湧過嚟香港啦，令到全球資本往香港跑。咁我知道咧，我哋國家咧都有賦予香港咧有一個嘅即係高端人才嘅匯集高地啦。咁其實咧，你點樣睇？即係我哋如果要吸引更多海內外嘅人才嘅時候咧，咁佢同內地本地嘅勞工嗰個競爭咧，你要精準去制定我哋嘅高才政策，因為呢啲人才係帶嚟一個新興嘅產業，係香港冇嘅。如果我哋而家唔係 IT 取替你份工，係你唔懂 IT 唔懂 AI 嘅人冇咗份工啫嚇。將來我哋既然個世界已經轉變緊啦，我哋更加係吸收世界一等一嘅人才，學習佢哋。其實你背景咧仲有航運啦，同埋旅遊嘅背景啦。咁其實咧喺我哋即係香港未來呢方面嘅優勢咧，你認為其實仲喺邊度咧？有冇辦法喺呢兩方面咧可以令到佢再出發，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咧？鞏固地區航空樞紐，就鞏固這個旅遊支柱，同埋鞏固呢個環球航運中心咧，就保住呢60萬、呢70零萬人嘅非技術勞工持續就業，咁香港政治就穩定啦。